You can ask the flowers. I sit for hours telling all the bluebirds the bill and coo. 该吃夜宵了，这个時間你不吃夜宵會餓肚子的，吃吧。長期捱夜，常地都係頭髮，你就用半隻失戀記烏雞，10克黃精，10克熟地，1把黑豆。减肥最快的晚餐：周一西红柿炒鸡蛋，周二包菜炒鸡蛋，周三豆芽。